来看2022年，台湾学术的团队伫咧屏东恒春挖到一区18公尺海洋的化石，来当科普馆打造一个展示的空间，要让民众近距离来观察处理化石的过程。 挖掘团队轻脚细手，将海洋的化石为土脚底挖出来，收落来拍石膏，辛苦搬运。3年前伫咧屏东恒春出土的虚晶化石，现在是头一次伫咧台中科普馆甲大众见面。馆方是打造一间化石清修展览室，持续来清理这件18公尺长的海洋化石，民众会使透过玻璃橱窗近距离观察。这样的一个生命教育，来去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世界上我们的 海洋世界里面有这么棒的生物，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很棒的展览。他们的搁浅在我们的海域上啊，或者是说沙滩上，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是觉得说有什么努力的办法可以让他们恢复到他们的海洋。 科普馆表示，这件虚晶化石是台湾历来3处重大化石发现当中，头一届由本土学术团队主导挖掘，结合全台6间大学、1间高中，总共22名学生，甲民间古生物修复团队投入，历时超过3个月才挖出来，是目前世界上发现上完整的虚晶化石之一，有真悬的科学甲教育价值。这个地方不会只有这一个化石，据我所知啦，这里甚至都有10几、20几只以上的化石。 的标本还埋在地下，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把它给保存下来，然后呢，让我们的台湾有关于鲸鱼化石方面的研究能够更透彻。我相信啦，这个最后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在世界的鲸鱼化石的研究占有一席之地的地方。 官方强调，台湾周边海域有超过30种的海洋海猪伫咧遮繁衍生态。这个推出的警觉特点，除了呈现历史上上完整的虚晶化石，也将时间扣倒转去10万年前，掀开恒春西大地曾经是几落万计的海洋海猪长眠之地，让民众会当看到过去海洋的模样。公司新闻台中报道。